啊，同款真恶质的，还佫有这个同款嘛是随身炸刀啊！这是发生伫高雄，本来大学生烧酒去唱歌，唱到饭店要转去，骑车骑到凤山国泰路的时阵，拄到一个50岁骑乌多摆的男子，无拍方向灯，这个方向灯就来正弯，害因差一点来弄着。其中一个女同学就甲伊二喇叭，安尼袂得咯。这个男子毋若甲大声嚷，而且佫对因的后壁摕出着随身扎伫身躯顶的随时刀。直接就位坐伫乌多摆后座的这个男同学的脚趾片，一刀就甲拄落去。警方伫个2点钟后掠着人，用伤害甲恐吓甲移送。一名大学生准备要转去，想要到一位查甫人愈骑愈近，直接摕刀对后壁迄位大学生的脚趾片拄落。同学看甲拢惊着，随落车通报医救。碰拄到的大学生坐伫救护车，妖真惊狂，救护人员替伊做初步检查，好加在无性命的危险。刚有一台车一直逼他们车，然后突然一个人拿瑞士刀戳他。他就说有一个疯子这样子，应该是被攻击这样。今日透早4点，一名大学生唱歌了，要转去，经过凤山国泰路，拄到50岁潘先生正话无拍方向灯，女学生对伊起喇叭，查甫人嘛对伊发几啊声，后来就摕刀对李同学的脚趾片拄落。潘姓男子称已将类似折节刀的一个器械弃置于凤山基中。那警方将全案依伤害及恐吓罪嫌将潘姓男子来移送侦办。嫌犯家己先违规，搁摕刀堵学生，这个行为实在伤嚣摆。男同学莫名其妙防堵，搁无辜着伤，这件代志恐惊嘛一直留伫伊的心内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